大型海鵪佇天頂飛，還有大鹽人氣商品也變做風吹。七股鹽山夏季代表性活動風吹七股風吹嘉年華登場，才辦到第2個禮拜，煞因為紅霞風颱宣布取消，日期調整為8月1日、2日及8月15、16日。展演精彩可期，歡迎8月來七股鹽山看巨型風箏翱翔飛舞。原本2月2日以太空冒險為主題，將有15公尺長的太空船會飛上天，因為考量到安全問題，只會當改時間。另外受影響的，還有2026台南七股海鮮節烏蛤蟆體驗。根據氣象府的預報資料，25號的浪高將達到0.9米。那不適宜辦理海漁活動，所以為了維護我們民眾的安全，經過相關單位的審慎評估後，本周的七股海鮮節挖文蛤體驗，就是確定有延到8月8號、8月9號來辦理。沿海的這個防台措施，我們要提早因應，包括要這些物資以及發電設備，這些我們都提早來面對。受輕度風颱紅霞外圍環流影響，降雨範圍擴大。氣象中心指出，後禮拜1、拜2偏南風，東南部、南部大氣不穩定，中晝過後可能會有西北風。後禮拜3到拜6，太平洋高壓真懸，各地將會是好天氣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